多谢咱年宜兰市建南南路有一个约半年来发生3件交通事故，今年2月就少年所发生2件车祸，因拢弄到夹一张伫路边的树啊，所以讲拢无栽落去路边的准沟内。这张树啊，有人叫伊是救命树，因为这摆车祸都无遐好运啊。有一个月3个人坐一台车，因为无注意到这个约，规台车直接栽入这个准沟内，卡伫内底，袂顶袂当，加在敢若造成一个人轻伤。救护车到现场了，医护人员赶紧确认伤患的状况，赶送去病院。宜兰市建南南路这个月又搁发生车祸，车驶入准沟。天气变黑，然后想说嘣一声，以为是打雷，回头看车就掉下去，气囊爆开，人看起来是没什么事情。当时车速度唔是真紧，因过无注意到头前有一个月就直接驶入去准沟内，规台车卡掉咧，袂顶袂当。马古面嘛，当去加在3人内面，敢若一个人轻伤送去病院。其实这个月半年来已经发生3件车祸，今年2月才有2台车伫这个出弯的时出车祸，因为弄到路树，所以2台车的驾驶拢无栽入准沟内。有人讲这是救命树。我们再跟路权机关来办个会勘哈，然后在现场研议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。为了避免搁出车祸，警方将会设一寡警告的标识，提醒用路人，要不驾驶赛车转弯的时，真正要细致，照到快乐的出门，平安转去。